台关心以巴冲突，以色列是继续攻击加沙走廊，当地死伤是真惨重，救援人员根本就无法度休喘。战火无情，即马物资嘛真欠缺，开始有难民冲入去物资发配中心来抢物件。也让其他国家嘛有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谴责以色列。即马有示威民众是走入去加拿大政府机关，要求加拿大政府爱呼吁双边停战。只听到各抗事急救人员真紧整理装备前往灾难现场。10月7日，加沙冲突爆发了后，巴勒斯坦卫生单位就使用当地有急救证照的专业人士发出调集令。不过，随着伤患一直增加，救援志工只会当随时待命。真侪人到达已经3礼拜无回去啊。واحد اللي هو ايش؟ الخدمة الإنسانية في سبيل إنقاذ أبناء شعبنا وتقديم لهم أبسط ما يمكن نقدر إحنا نقدمه。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到达已经造成超过8300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其中约3500名是儿童。受到连续轰炸影响，加沙地区物资运送难度增加，造成最近有数千名拢伫联合国物资发放中心甲仓库抢面粉、水甲食物。联合国烦恼当地公共秩序已经渐渐失控。虽然礼拜二佫开放33台卡车通过南法关口，逐工刷至少爱有100台卡车的物资，才会当应付当地需求。So our inability to supply medicines and equipment to the remaining hospitals is vital, and now we've been cut off from that ability, if you like, because of the high security risk in the north. The living conditions are subhuman. Where do people go to the bathroom? How do you remove the waste? 全球各地继续有停摆示威，30有真侪加拿大停摆人士。总计伫12座城市占领17个政府机构，其中包括加拿大副总理洪慧兰甲国防部长的办公室，因要求国会公开呼吁停火。另外，美国大学校园反犹活动也增加，就名校康奈尔大学的犹太社群，就发生真侪件网络威胁，目前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处理。公司新闻刘干编译。